你哋好啊！歡迎大家嚟到我哋 Professor Leo Da Vinci 頻道。呢個頻道想講多啲皮膚管理、醫學健康同埋醫學美容嘅知識俾大家，希望大家會鍾意。今日我哋就首先講下童顏針。童顏針係醫學美容之中非常之重要嘅一種針劑，適當運用嘅話，佢可以幫助改善皮膚質素以及輪廓。原來佢有分好多種嘅，分別由第一類至第四類，而每一類都有唔同嘅世代。今日我哋就同大家探討一下，童顏針係一種新一代嘅注射針劑，能夠激發面部深層膠原蛋白再生，因為注射後有逆齡同回復青春嘅效果，所以被稱為童顏針。童顏針嘅成分可以有效刺激膠原蛋白重組同新生，注射之後可以令肌膚嘅緊緻度同輪廓飽滿度大大提升。童顏針效果理想自然，而且理論上全部都係身體皮膚自己可以降解嘅物質，所以佢唔會殘留喺我哋嘅皮膚同埋身體，打咗入去就好似燕窩一樣吸收咗之後，激發我哋嘅皮膚生產自己嘅骨膠原度，達到改善肌膚、加強彈性以及改善輪廓嘅效果。童顏針呢，我哋而家總共分有4類，每一類又分為不同嘅世代。上邊就係一啲例子，大家可以截圖慢慢睇。首先講下第一類童顏針，係屬於聚乳酸成分 Polylactic acid， 佢係乳酸，所以係人體根本有嘅嘢，而且係會完全分解為水分同埋二氧化碳，或者簡單叫做 PLA。佢有唔同嘅世代，當中嘅第一代 Sculptra 素顏雅，又叫舒顏瑞嘅主要成分係聚咗旋乳酸 Polylactic acid 或者 PLLA。 呢種物質同人體有好高嘅相容性，仲可以喺體內自行分解代謝。 PLLA 喺醫學上有好多用途，係手術縫合線同骨板等嘅材料之一。由於佢有好嘅親和性同低刺激性，能夠刺激骨膠原增生，令到面部皮膚嘅凹陷位可以被填補返。PLLA 已經成功獲得美國食物藥物管理局 FDA 嘅認可，用來治療面部凹陷同填補脂肪萎縮嘅部位。注入皮膚底層後，能夠刺激膠原蛋白增生，有效改善皺紋、淚溝，仲可以令面頰、太陽穴等部位更加豐滿。療程之後需要做特別按摩，幫助皮膚深層嘅膠原蛋白持續增生。Sculptra 會逐步展現效果，約3至4星期後，會慢慢撫平皺紋，修復鬆弛嘅臉部皮膚，做到嫩白膚質同重塑面部輪廓，幫你逆齡返啲。完成療程後5日內，每日按摩5次，每次5分鐘，能夠幫助成分更加均勻咁分佈喺治療部位。療程效果可以持續長達24個月。跟住就係第2代升級版嘅童顏針 Dermaval。 呢個產品嘅主要成分係聚咗旋乳酸 PLLA， 仲加入咗天然果酸、甘醇酸 Glycolic acid， 令到我哋嘅肌膚更加水嫩柔滑，充滿彈性，面部輪廓更加緊實，膚色亦可以全面提亮換白。值得一提嘅係PLLA 係獲得美國嘅 FDA 安全認證㗎，而 Dermaval 嘅美顏效果更加唔可以少講，因為佢嘅微小分子好容易滲透，能夠有效強化肌膚嘅承托力，令皮膚底層變得更加豐厚同有彈性。同時，佢仲可以加強補充水分、美白潤澤，令膚質恢復彈性、幼嫩亮白。相比起舊式童顏針 Sculptra 嘅膠原蛋白注射療程，有相關數據指 Dermaval 更加能夠令肌膚水嫩柔滑、充滿彈性，面部輪廓更加緊實，膚色全面提亮換白。注射次數由第一代縮短到只需要2至3次，注射後6至8星期就可以見到明顯效果。有啲療程後可能唔需要按摩，但如果需要嘅話，療程後3日內每日2次，每次2分鐘嘅按摩，可以幫助成分分佈均勻喺治療部位上。整個療程效果可以持續長達24個月。第3代嚟講，我哋就有幾隻咁多。首先講嘅係新一代嘅 Sculptra， 同上一代一樣，佢嘅效果可以維持長達2年，而且已經獲得美國嘅FDA認證。
最新一代嘅 Sculptra 質地，藥廠就話會更加順滑，減少咗結塊嘅可能性。呢款針劑適合用喺面部同身體，係提升肌膚質素嘅好幫手。無論你想改善細紋定係豐盈輪廓， Sculptra 都可以提供持久嘅效果，令你更有自信。另外就係 S-Fill 膠原精靈針，亦即係我哋所講嘅艾麗絲。呢款膠原精靈針主要成分係聚雙旋乳酸 Poly-B-lactic acid 又或者 PDLA， 即係聚咗旋加有旋乳酸。佢擁有多孔性微球體嘅專利技術，施打後唔單止即時見效，仲可以持續刺激膠原蛋白增生。PDLA具有生物分解性，喺人體內作用後會逐漸分解，並且獲得美國 FDA、韓國 KFDA 同埋歐盟 C3 重認證。講到 S-Fill 膠原精靈針嘅效果，廠方嘅指引就係療程完成後大約4至6星期就可以逐漸見到滿意嘅效果，改善面部凹陷同皺紋等問題。效果可以持續長達18至24個月，而且佢嘅結構係一啲納米嘅小球，中間會有通窿嘅形象，就好似一個好細嘅納米海綿球。據說更加有效刺激骨膠原度，而且減少流失同埋移位嘅可能性。另外仲有機會可以吸收到養分、生長因子等等的東西，令到佢好似一個載體，可以吸收同慢慢釋出吸收咗嘅養分同生長因子，有雙重效果。Lanumus 塑形針，呢款膠原蛋白刺激劑係一種再生型醫美填充劑，具有刺激膠原蛋白再生嘅能力。佢嘅主要成分都係聚咗旋乳酸 PLLA， 具有生物相容性，可以生物降解，安全有效地用於大面積填充。Lanumus 塑形針擁有多孔性微球體嘅專利技術，可以提供長達18至24個月嘅長效填充效果，並且獲得美國嘅 FDA 同埋歐盟 C 認證，安全可靠。呢款塑形針適用於面部同身體填充，分為 V 型同 X 型兩種不同規格。V 型主要用於面部、上臂、頸部同頸肩胸三角區等較細部位填充，而 X 型則用於臀部等較大部位嘅填充。佢亦係目前全球唯一一款被批准可用於臀部同大腿填充嘅再生型產品。另外同樣係第一類第三代，而且喺第三代又比較新啲嘅，我哋有 Juvederm 素顏針。呢款係唯一能夠用於真皮層嘅首創混合皮膚水光劑，成分包括聚雙旋乳酸同非鏈結透明質酸 Hyaluronic acid。佢嘅成分可以被人體完全分解，並且獲得美國嘅 FDA、韓國 KFDA 同埋歐盟 C 認證，安全可靠。Juvederm 素顏針特別針對淺層肌膚，係市面上最細嘅 PDLA 微分子，所以可以注射入真皮層。佢擁有多孔性微球體嘅專利技術，施打後唔單止即時見效，仲有填充同保濕提亮功效，更加可以持續刺激膠原蛋白同彈性纖維蛋白增生。呢款素顏針主要提高肌膚嘅鎖水力同光澤度，特別針對消除毛孔、凹凸洞、疤痕、撫平面上細紋同嫩膚，全面提升膚質，令肌膚回復飽滿緊緻。仲可以用作治療頸紋、妊娠紋同橙皮紋，效果持續長達12至18個月。同一類同一代 Juvederm 有一個姊妹，佢係 Trebel， 結構同埋特性藥廠就話係兩者非常近似，所以可以互相替換。Juvederm Volume 佢另外一個名係叫 Lanisna 素顏針。呢款針主要成分亦都係聚雙旋乳酸，但係再加上非鏈結透明質酸 HA， 係一種混合生物刺激劑。佢嘅成分具生物相容性，可以被人體完全分解，並且獲得美國嘅 FDA、韓國 KFDA 同埋歐盟 C 認證，安全可靠。同先前講過嘅 S-Fill 一樣，佢嘅結構係一啲納米嘅小球，中間會有通窿，形象就好似一個好細嘅納米海綿球，可以吸收同慢慢釋出吸收咗嘅養分同生長因子，有雙重效果。Juvederm Volume 素顏針嘅效果主要針對深層肌膚，擁有多孔性微球體嘅專利技術，可以將透明質酸鎖住，做到即時見效嘅填充效果。佢仲可以持續刺激肌膚細胞增生膠原，撫平深層皺紋，例如虎紋同木偶紋。
呢款針能夠改善面部輪廓同線條，例如豐盈前額、太陽穴、蘋果肌同下巴，重塑飽滿緊緻嘅輪廓。仲可以注射喺手背同臀部，用作改善身體線條，效果可以維持長達18至24個月。講完第一類，我哋而家就講第二類童顏針。呢個係另外一種物質，我哋叫做聚乙內之微型晶球 （polycaprolactone）， 又或者簡寫 PCL。Ellen 少女針亦叫做伊蓮絲或者伊蓮氏。呢款針劑用 PCL 微球嚟激生優質膠原蛋白，結合咗兩大成分：30%聚乙內之微型晶球 （PCL） 同70%水性疏甲基纖維素型膠載體 （CMC）。Ellen 少女針有 S 同 M 兩個型號，唔同型號有唔同嘅維持時間，一般可以維持1到2年。佢嘅成分喺以前都會喺醫學上有應用，例如支架又或者可以自動降解嘅螺絲釘等等，同身體嘅親和度比較高，而且到最後亦都會分解成為水同埋二氧化碳，理論上對人體冇害。Ellen 少女針搭配獨家專利 STAT 技術，可以即時填充，提升輪廓同改善皺紋、面部凹陷等問題。針劑入面嘅活性成分 PCL 會激活膠原蛋白再生，令飽滿光滑嘅效果更加持久。呢啲成分已經通過美國嘅 FDA 同歐盟 C 認證，可以完全被人體分解吸收同排出。第三類童顏針係屬於鈣質納米小球 calcium hydroxylapatite， 佢係我哋人體都有嘅物質，需要稀釋先至用。有好多人以為有鈣質係唔係好硬，其實稀釋咗之後佢係好柔軟，而且可以打得比較表面添。唔單止可以增加骨膠原增生，而且可以改善皮膚基底層嘅結構，改善彈性同埋有助收緊。佢嘅尺寸係去到納米嘅大小，所以非常之細，而且可以俾我哋嘅白血球清除同埋分解，因此亦都理論上唔會殘留喺皮膚。市面上其中一個例子就係 Radius 膠原彈力針，亦叫做微肌針或者微晶瓷。呢款針劑由30%納米小球 calcium hydroxylapatite 斜線 CAJ 同70%凝膠 carboxymethylcellulose 斜線 CMC 組成。佢可以喺皮膚入面形成一個穩定平滑嘅框架，幫你填補臉部嘅皺紋同凹陷。呢個技術早期多用喺軍泥同齒槽固定支撐材料，後來用喺醫療美容上。100%生物相容性高，可以完全被人體代謝分解，所以唔易過敏，仲獲得美國嘅 FDA 同歐盟 C 認證。Radius 膠原彈力針嘅效果靈活性強，質感可以軟亦可以挺。挺嘅話塑形能力強，可以塑造出尖挺嘅立體效果，適合用喺鼻同下巴。除咗用喺臉部，仲可以用喺手部，係全球唯一獲 FDA 認可嘅臉同手嘅填充劑。軟嘅話可以柔軟分布喺皮層，補充膠原，改善皮膚質素。由於微晶瓷可以刺激纖維母細胞，促進自體膠原蛋白增生，有效改善皺紋、面部鬆弛情況，令肌膚回復幼嫩、豐盈臉型，所以又叫做童顏針。呢款童顏針嘅代謝速度因人而異，完成療程後效果一般可以維持12到18個月。同樣係第三類童顏針 Harmony CA 美神針。呢款美神針係由納米小球 calcium hydroxylapatite 又或者 CAJ 同透明質酸組成。觀念就係納米小球刺激骨膠原並非立即可以提供支撐，所以透明質酸就喺納米小球產生作用之前為皮膚同埋輪廓提供支撐，馬上得到立竿見影嘅效果。呢一款美神針同樣亦係獲得歐盟 C 認證。Harmony CA 美神針適合用喺面部中層至到深層注射，可以填充淚溝、蘋果肌、臉頰、法令紋、木偶紋、下顎線等位置。注射後 ，CMC 凝膠可以即時填補皺紋同凹陷，支撐鬆弛嘅皮膚組織，有即時填充嘅效果。而 CAJ 微晶球體可以激活真皮層入面嘅膠原蛋白同彈力蛋白生長，所增生嘅膠原支撐性強，有效改善皺紋同面部鬆弛情況。只需要注射1至2次，就可以明顯取得最佳效果，
效果可以維持長達18到24個月。最後就係第四類，其實就係特別嘅透明質酸。第四類童顏針嘅第一代 Pravhilo 又或者逆時針。呢款逆時針係一種基底細胞活化劑，成分係全球純度同濃度最高嘅親和透明質酸 Integrative HA， 冇添加化學交聯劑 BBB， 係新一代研發嘅透明質酸注射產品，符合美國嘅 FDA 同歐盟 CE 標準。唔同於一般嘅透明質酸，呢款童顏針有特別嘅分子排列技術，可以更有效刺激同活化因皮膚老化而流失嘅膠原蛋白同彈性蛋白，抵抗衰老跡象。Pravhilo 逆時針可以活化纖維細胞同皮下脂肪細胞，從而刺激更多膠原蛋白同彈性蛋白增生，並修復流失嘅脂肪細胞，有效改善皮膚鬆弛同皺紋問題。佢可以重塑面部細胞組織，建立持久嘅真皮層支架，撐起鬆弛嘅皮膚，還原飽滿彈性嘅狀態，重塑緊致肌膚，逆轉機靈。由於 Pravhilo 註冊商標符號逆時針高濃度純淨，冇添加任何化學劑，注射入真皮層後可以平均分散喺面部，提升持久功效，減少注射部位，減輕痛楚，縮短恢復期同治療次數。大約進行2次療程，效果可以維持長達6個月。第二代 Belotero Revive 保濕針。呢款保濕針採用專利嘅 CPM Cohesive Polydensified Matrix 多密度凝聚技術，調整透明質酸嘅凝聚性、彈性同可塑性，令透明質酸均勻地分布喺皮膚組織，減少療程後出現結塊嘅可能性，效果更加自然。Belotero Revive 保濕針嘅效果理論上比較好，佢有獨特嘅強效保濕鎖水配方，混合天然甘油 Glycerol 嘅鏈結透明質酸填充產品，可以鎖緊水分，達至高效保濕功效，提升肌膚水潤同皮膚質素。佢可以改善暗啞、容易泛紅或者缺乏光澤嘅肌膚，同時改善毛孔粗大同埋緊致肌膚，改善鬆弛，防止皺紋形成。仲可以改善泛紅乾燥肌，趕走暗啞肌膚，提升肌膚水潤光澤感同透亮度，效果可以維持6到9個月。成分已經過美國 FDA 同歐盟 CE 認證。第三代 HARAS Lola 打樁針。呢款打樁針由透明質酸 Hyaluronic Acid 同15種氨基酸組成。呢15種氨基酸主要係抗氧化，幫助保護透明質酸唔受氧化，仲有利膠原蛋白同彈性纖維嘅生成。成分已經獲得歐盟 CE 認證。HARAS Lola 打樁針佢採用專利交聯技術 UHE， 用高分子量、非動物性嘅交聯透明質酸，高流動性突破固有定律，令透明質酸均勻鋪覆，穩定發揮真皮層加固作用。而且冇加熱技術，令透明質酸結構更鞏固，高穩定性令透明質酸更耐用，發揮長效輕塑形效果。佢裡面仲含有15種氨基酸，注射後可以有效重建同加固真皮層，改善膚質，深層高效保濕，令整體膚質細緻，加強輪廓線嘅立體感。再生效果可以維持長達6到9個月。之後就係同大家介紹第三代 Novia Hydro Deluxe 冰冰針。呢款冰冰針係2024年喺意大利生產嘅生物再生劑，成分係用專利技術提取嘅超純淨透明質酸，冇任何化學溶劑殘留物、雜質或者毒素。仲有納米小球 Calcium Hydroxylapatite， 加埋金氨酸 Glycine 同 L 土氨酸 L-proline， 呢啲都係膠原所需嘅成分。CAJ 納米小球可以有效刺激肌膚製作自身膠原蛋白，令皮膚回復彈性。佢嘅專利智慧膠聯技術 SXT， 利用 PEG 物質作為膠聯劑，有效將透明質酸同 PEG 的結合，減低肌膚發炎反應，效果更加安全持久，仲符合歐盟 CE 標準。Novia 冰冰針可以長效基底補水，提高肌膚鎖水力，持續刺激膠原蛋白增生，改善皮膚質素，減淡細紋，緊緻美白肌膚，效果穩定自然，可以維持長達6到9個月。Cytocare S-Line 第三代童顏針來自法國，其核心基於2大技術：CT50 緩釋系統
透過微球載體控制活性成分釋放，延長水合作用與營養滲透週期，實測保濕時效達72小時。SRN 智能修復網絡模擬皮膚細胞信號傳導，靶向激活膠原蛋白與彈性纖維合成，提升真皮層結構密度。配方含50種以上氨基酸、抗氧化劑及礦物質，形成細胞營養矩陣，直接支援線粒體能量代謝，減少氧化壓力。臨床數據顯示，其可同步改善表皮含水量與光散射係數，證實抗皺與膚質重塑的雙重功效。聽完咁多有關於童顏針嘅嘢，大家都應該受到資訊轟炸啦，大家就唔使咁亂住。我哋就喺呢度俾一個總結大家啦，大家都可以截圖返屋企慢慢睇。首先關於第一類童顏針，睇下佢哋有咩分別。第一代產品 Sculptra 素兒雅，呢款係美國出品，主要成分係聚左乳酸 PLLA， 安全認證有美國嘅 FDA。注射深度以深層為主，主要針對深層膠原，適合豐滿太陽穴、蘋果肌、臉頰等。即時填充效果需要3至4星期逐漸呈現，膠原蛋白增生特性支撐性強，建議療程5至7次，效果持久長達24個月。第二代產品 Dermavale 德美顏，呢款係南美出品，成分有聚左乳酸 PLLA 加甘醇酸，安全認證有美國嘅 FDA， 主要針對深層膠原，適合豐滿太陽穴、蘋果肌、臉頰等。即時填充效果需要3至4星期逐漸呈現，膠原蛋白增生特性支撐性強，建議療程2至3次，效果持久長達24個月。第三代產品，除咗有 Sculptra 素兒雅第二代之外，仲有 Estrel 膠原精靈針，南美出品，成分有聚雙旋乳酸同多孔性微球體，安全認證有美國嘅 FDA、韓國 KFDA 同歐盟 CE， 適合豐盈前額、太陽穴、蘋果肌、臉頰等，即時填充效果支持，膠原蛋白增生特性支撐性強，建議療程2至3次，效果持久約18至24個月。Juvelook 素顏針，韓國出品，成分有聚雙旋乳酸多孔性微球體同透明質酸 HA， 安全認證有美國嘅 FDA、韓國 KFDA 同歐盟 CE， 主要針對改善膚質、毛孔、凹凸洞、暗瘡疤痕等，即時填充效果支持，膠原蛋白增生特性幼滑，建議療程3次，效果持久約12至18個月。Lanisna 又或者叫做 Juvelook Volume 素顏針，韓國出品，成分有聚雙旋乳酸多孔性微球體同透明質酸 HA， 安全認證有美國嘅 FDA、韓國 KFDA 同歐盟 CE， 適合豐盈前額、太陽穴、淚溝、蘋果肌、臉頰等，即時填充效果支持，膠原蛋白增生特性支撐性強，建議療程3次，效果持久約18至24個月。Lanuma 素型針，韓國出品，成分有聚左乳酸 PLLA 同多孔性微球體，安全認證有美國嘅 FDA 同歐盟 CE。V 型用於臉部、頸部、手背等，成型用於臀部、大腿等，即時填充效果支持，膠原蛋白增生特性支撐性強，建議療程3次，效果持久約18至24個月。呢一個圖表係總結咗第二類童顏針，亦即係少女針嘅特點。佢嘅成分有30%聚己內酯 PCL 同70%疏甲基纖維素凝膠載體 CMC。佢已經獲得美國嘅 FDA 同歐盟 CE 嘅安全認證，注射深度係中至深層，適合用嚟豐盈前額、太陽穴、淚溝、蘋果肌、臉頰、鼻、法令紋、木偶紋、下巴等部位。即時填充效果好，膠原蛋白增生特性係平衡嘅，建議療程係1至2次，效果持久 ，S 型可以維持約1年，而 M 型可以維持約2年。呢度係對比一下第三類快童顏針兩款比較常見出名牌子嘅分別。Radius 美肌針，呢款來自美國，成分有30%納米小球嘅 calcium hydroxylapatite CHA，
同70%塑甲基纖維塑形膠載體 CMC。佢已經獲得美國 FDA 同歐盟 C 嘅安全認證。注射深度可以由表淺至深層，視乎稀釋度同應用。適合用嚟改善淚溝、蘋果肌、臉頰、法令紋、木偶紋、下巴、手紋、頸紋等部位。即時填充效果好，膠原蛋白增生特性由弱或至強，視乎稀釋度同應用。建議療程係2至3次，效果可以維持約12至18個月。Harmony CA 美神針呢款來自以色列，成分同樣有30%納米小球嘅 calcium hydroxylapatite CAJ 同70%塑甲基纖維塑形膠載體 CMC， 並獲得歐盟 C 嘅安全認證。注射深度以深層為主，適合用嚟改善淚溝、蘋果肌、臉頰、法令紋、木偶紋、下頸線等部位。即時填充效果好，膠原蛋白增生特性支撐性強。建議療程係1至2次，效果可以維持約18至24個月。至於第4類，佢裡面嘅3代同堂產品又有咩分別呢？第一代 Profhilo 逆時針呢款來自意大利，成分係高純度同高濃度嘅親和透明質酸 Integrative HA， 已經獲得美國 FDA 同歐盟 C 嘅安全認證。注射深度係表淺層，適合全面保濕、均勻填充、圓滑前額、眼周、臉頰、唇周、下顎線、頸紋同手背等部位。即時填充效果好，膠原蛋白增生特性係幼滑加保濕。建議療程係2至3次，效果可以維持約3至6個月。第二代 Belotero Revive 保濕針呢款來自瑞士，成分係透明質酸 HA 加甘油 Glycerol， 同樣獲得美國 FDA 同歐盟 C 嘅安全認證。注射深度係表淺層，適合全面保濕，改善乾紋同細紋。即時填充效果好，膠原蛋白增生特性係幼滑加保濕。建議療程係3次，效果可以維持約6至9個月。第3代 Arazlola 打樁針呢款來自西班牙，成分係透明質酸 HA 加氨基酸 Amino Acids， 獲得歐盟 C 嘅安全認證。注射深度係表淺層，適合眼周、臉頰、法令紋、木偶紋、唇周、頸部、肩部同手背等部位。即時填充效果好，膠原蛋白增生特性係表面承托，幼滑加保濕。建議療程係1至3次，效果可以維持約6至9個月。另外都係第3代 Novia 冰冰針呢款來自意大利，成分係高純度透明質酸 HA 加納米小球 CHA 同甘氨酸 Glycine L 葡氨酸 L-proline， 獲得歐盟 C 嘅安全認證。注射深度係表淺層，適合全面、頸部同手背。即時填充效果好，膠原蛋白增生特性係表面承托，幼滑加保濕。建議療程係1至3次，效果可以維持約6至9個月。Cytoceres line 佢就除咗有透明質酸之外，仲有50幾種維他命同氨基酸等營養。除咗保濕同埋刺激膠原再生之外，佢亦都提供養分，促進皮膚健康。我哋嚟個最後總結啦。童顏針係有分4大類，每一類都有佢嘅唔同世代，而且每一種類同埋每一個世代都有細微嘅分別，有唔同嘅特性，提供唔同面部皮膚以及輪廓嘅需要。了解咗佢哋每一個特性，我哋就會更加清楚知道點樣去選擇。千祈唔好盲目人哋話乜你就要乜，一定要知道打落去塊面嘅嘢係咩嘢嚟嘅，因為呢個係自己塊面嚟㗎。希望呢一條短片可以幫到你認知最新嘅童顏針，同埋知道點樣去選擇適合你嘅一個種類啦。最後千祈唔記得關注 subscribe 同埋分享點讚啊！如果有咩問題都可以喺下面留言區嗰度詢問我哋嘅，你哋嘅支持係我哋嘅動力。